随虔诚听教。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着做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5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5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0节，就是解说甲上帝大经。色不如是，即嘛应该呢，就是爱来说来解说一遍。一遍就是简约如何是大乘见解，思维明与不明，凡夫见义。知者了达其性无疑，无疑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灭。在现性而不净，主烦恼而不乱，其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急急累累，不生不灭，性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即摆咱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烦恼就是菩提，烦恼甲菩提呢是无差别，所以假如若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呢，这就是义性的见解。这呢就等于《法华经》内底所讲的羊仔车、鹿仔车同款。这呢不是属于大乘根基方面所应该接受的佛法。但是上帝大经的人呢，就不是安尼见解啦。不过呢，在前面六祖对于魏师君，因这人有在讲，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颠倒，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这是在第2品。那就是咱正文第13页尾迄个所在。咱来看前面迄个正文第13页遐。在这个第13页上解尾一节就是对尾算倒来第2节遐，就是讲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颠倒。如此修行定成佛道，有这个问题咧。那在迄个所在呢，是教人必须以大智慧来打破五蕴烦恼颠倒。那遐所讲的，岂毋是就是直接这个时间所讲的，以智慧来照破烦恼，才会当处理生死呢？为什么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搁再讲，若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这就是义性的见解呢？咱从这所在可以了解讲，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对于为处世因在人所讲的就是为处世因对佛法的程度搁再较低，所以伊甲讲的就较粗暴。那现在是这个时间已经是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为着要破除伊的执着，就搁再较进一步来甲伊讲你不应该以智慧来照破烦恼。我即句讲就是讲，你毋通呢，将这个智慧甲烦恼，毋通将这智慧甲烦恼呢，甲伊当作讲这是一种的对立的物件。因为烦恼就是菩提。智慧呢，甲烦恼就是同一体的物件，这就是进一步的说法，可以讲就是一种的随机说法啦，本不一定，这毋是有矛盾。你若是讲无了解随机说法的意义啦，就等于讲为什么你家己本身前面都安尼讲，以后你搁讲安尼袂使的呢？安尼岂毋是有矛盾啦？毋是矛盾，这乃是一种的随机的说法。所以在这个所在，时间就搁再问啦，讲如何是大乘见解
讲哪咧讲起来，啥物才是属于大乘见解？因为在前面慧能大师是甲伊讲，你若是以智慧来照破烦恼，这是二乘见解。也若是上智大经就毋是咯。所以即马时间才问讲，也若安尼，你讲我以为讲必须以智慧来照破烦恼，这是二乘人的见解。也若咧啥物款才是属于大乘见解呢？迄当阵事物明与无明，凡夫见义啊，智者了达其性无义，无义之性啊，即是实性。慧能大师就甲伊讲，这个明甲无明啊，凡夫来看呢，这是两个啦。明是啥？明就是智慧，无明呢就是烦恼。这在前面时间也讲过，明是譬如智慧，这个暗呢就是譬如烦恼。所以所讲的无明就是暗的意思。这个光甲暗，也就是讲智慧甲烦恼。若是凡夫的见解呢，就是变成两个。当然，智慧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无明。咱的看法拢是安尼咯。这就是一种的凡夫的看法。从这个所在呢，咱也可以安尼来解释，就是讲，凡是你若是以为讲智慧是智慧，烦恼是烦恼，若是这款的看法呢，你还阁是在凡夫的见解中，也未脱离这个凡夫的见解。讲智者了达其性无义，讲有智慧的人呢，就了达伊的性是无义。这个义就是咧指明甲无明，就是智慧甲烦恼。就是讲，若是有智慧的人啊，就会当好了达烦恼甲智慧啊，伊的性是无义。记得好哦，在这个所在所讲就是性。这个性是啥？就是讲本质，就是体性。用伊的体性讲起来呢，是无有两个。那这个体性无两个是无毋对啦。但是迄个相呢，却是不同。伫遮所讲是性，毋是讲迄个相。咱讲不同呢，这个智慧这是一种光明相，烦恼呢是一种黑暗相。这个黑暗相甲这个光明相呢，当然这是不同啦。但是呢，伊的性呢，却是无两个。伊的性是一个。讲无义之性啊，这是实性。讲无两个的这个性呢，这就是实性。实性就是真实之性啦。真实之性是咧指啥物呢？真实之性就是真如的另外一个名。真如另外一个名呢，叫做实性。在真龙经文来讲啦，讲诸法实性清净平等，非有非无。诸法的实性，就是讲一切诸法伊的真实性，乃是清净，乃是平等。所以叫做平等者。就是讲，咱世间的一切法啦，有种种的差别不同，但是这个种种差别不同，伊的实性呢，完全拢是共款。这个世间现象的实性，甲迄项世间差别现象的实性啊，完全拢是共款，无论大无论小，无论是染污，无论是倒一款的，拢是共款，都是迄个清净的实性。也非有非无，为什么叫做讲非有呢？因为这个实性，这个物件呢，毋是属于世间的物质。非有就是讲，毋是有形上的世间物质，但却是非无。你讲毋是世间的物质，也那呢是毋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呢？佫毋是，却是有一个体性伫迄个所在。这个体性呢，乃是一种的超然于世间的物质的存在。一边慧能大师佫在讲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显性而不精啦。这就是一个解说，在八节圣经所讲的不精不减的道理。讲这个实性，实性就是真如实性咯。这个真如实性就是咱众生
本来有诶佛性，都是佛呢所证诶菩提涅槃，也就是宇宙人生诶本体。伊诶名称真济啦，或者是叫做如来藏啦，或者是叫做一真法界啦，或者是依照禅宗所讲，就是无为真人等等啦。这拢是实性，一定有一个名词。这个实性呢，处凡愚而不减，就是讲这个实性点在凡夫愚痴的众生份上也是无减。讲在现性而不增啦，讲在这个现人圣人确实也无增加。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来讲这两句话呢？因为那是依照咱的想法，咱凡夫愚痴的众生，因为是凡夫愚痴，所以等于讲就是智慧真少，甚至呢可能讲咱无智慧。也拿呢这个实性是毋是减少去呢？在咱这个凡夫位上，这个实性是毋是减少去呢？我即马修行修到为显为性，但是讲菩萨的阶位名叫做讲做三显十性。这个三显位是啥物呢？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30位名叫做讲三显位。十性就是十地啦，十地名叫做讲做十性位。这个显性就讲伊有修行正中智慧，哪呢？是毋是伊的智慧就增加，伊的实性增加啦呢？若是咱一般的人呢，可能会以为讲，这个实性若是在咱凡夫的身上一定是减少。若是在这个现性的身上，一定会增加。但六祖慧能大师确实讲得真清楚，这个实性虽然在咱这个凡夫愚痴的众生份上，却也无减少；也在这个现性的份上，却也无增加。那这个减少增加，无减少无增加呢？我在这个所在可以来提一个简单的比例来说明。譬如讲，将迄个金来甲拍做一个普通的人，将这个金呢，你甲拍装一尊佛祖。当然，你若是用外表看起来普通的一个人呢，是较无价值。迄个佛祖呢是较有价值。不过你要了解，无论是讲拍做一个人，迄个金或者是拍一尊佛祖，迄个金伊的成分变者，伊的价值变者。我相信呢，你去金店去拍金你拍做一个人，甲拍做一个佛祖，伊绝对别讲这是佛祖较有价值，所以卖较济钱。这个人的相较无价值，卖较少钱，绝对毋是安尼。金一定照称的，照称的，因为变卖较济金迄个成分拢共款啦。那我这个譬如意思就是讲，这个实性在凡夫呢无减少，在圣人无增加。因为凡夫或者是讲圣人，这是实性随缘所现，实性随着染污缘变成凡夫众生，实性随着清净缘变成现性，变成佛菩萨。乃是随缘伊迄个外表的相呢，虽然是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实性的本体根本一点仔都无有变化。用这个所在讲起来，所以这个实性虽然是在凡夫愚痴的众生份上，确实无减少；虽然是在现性的身上确实无增加。一边讲自烦恼而不乱而禅定而不寂。讲这个实性虽然是在迄个烦恼中。确实不乱，因为这个乱，你是这个外面的这个烦恼在乱。实性的本体呢，根本呢，就是无乱的物件。也其禅定而不寂，虽然是在这个禅定中呢，确实也不寂。这个寂就是讲寂念不动啦。
这个动甲乱啊，这是两种的对立的物件。咱世间的物件呢，若毋是动，就是这个不动。那这个乱就是讲表示动啦，静就是表示不动啦。实性，伊是超然于世间物质的物件，乃是一种真理。所以呢，袂由于这个烦恼的散乱啊，也实性呢，将它去散乱掉。而实性这个物件呢，有伊的妙用，所以呢，虽然入在这个禅定中，那这个实性的妙用啊，确实时时刻刻发挥迄个妙用，并毋是讲啊，去互迄个禅定将它甲固定掉咧，所无起作用，并毋是这个意思。甲人讲这个实性的功用。那互这个禅定甲伊固定掉咧啊，也那呢，伫咧入禅定的人啦，就袂说讲参像迄个石头定，也那呢，譬如讲过去的这高僧大德啦，在这个禅定中，伊当用过伊的神通变化，人的身躯虽然是伫遐，确实会当好来去教化众生，也那呢，若是讲基禅定义寂然不动，那这个情形就变成无可能做甲到因为基禅定义不寂，所以外表看起来好像就伊是伫迄个所在点无叮当，但是当发生伊的妙用来去教化众生。一边讲不断不常不来不去，讲这个实性啦是不断不常也不来不去。这个不断不常，就是讲实性这个物件呢，毋是断灭。实性这个物件呢，也毋是讲常住不变。那讲毋是断灭呢？这个毋是断灭的意思啊，就是讲这个实性虽然是随缘有迄个妙用，但在这随缘的妙用中呢，实性啊是不变。用这个随缘不变讲起来就是不断。虽然是讲伊的体呢是不变，但是伊用会当随缘，所以呢。变成讲不变随缘，那就是不常的意思。也比如讲不来不去，实性这个物件呢，是一种的超然的物质的存在，而且整个的空间呢，就是充遍这个一味平等的实性。所以这个实性呢，就无来无去。咱世间的无论多一项物件呢，拢是在整个的空间点啊。这个空间中呢，只占着一丝仔的地位，因为抑搁再有其他的这个空间好好的活动啦，所以当然就会来会去啦。譬如讲，咱一个人踮在一间室内，你这间室内呢有差不多20平、30平这个空间伫咧，咱人的身躯只是一丝仔啦。咱人伫这个所在，抑搁再有真正一个空间，所以你这个身躯会当走过来走过去。或者是讲，咱在这个地球上，有真正一个空间的所在，好互你走。当然就变成有来有去咯。这个实性这个物件就充遍在整个空间。假定讲咱一个人的身躯非常大，非常大，你入去一间室内，这个身躯入去拄好呢，都袂顶袂动啊，哪里有来有去？当然就无来无去啦。咱用安尼来去甲想呢，也可以了解这个实性啊，遍于一切空间，所以呢就无来无去，会当来了解这个道理。在起信论内底，我来讲一切法啦，真如平等，不增减。就是讲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伊的体呢，拢就是真如，拢就是平等，所以就无增减。这就是我翻头伫咧解说这个实性。那么处凡无疑不减，在现成的不增。那对于这段道理，法藏大师的所有来讲随流加染而不净，反流度染而不减。这呢当然就是咧约迄个实性中的遐个染污法。这个实性中，在这个实性的上面呐，实性的这个上面受染污的部分呐，虽然是讲随生死之流，也变成这个染污啦。确实呢，也无增加。即马反流就是讲来了脱生死，来消除这染污，
确实也无减少。换倒转来讲，反流加正不正啊，随流缺正不减，就是讲这个反满归真。那么在这个反满归真中呢，变成讲加迄个清净法。虽然是讲加清净法呢，这个实性也无增加，也随着生死之流，缺少了清净法，确实真如也无减少。这就是以相反的讲法来个说明。因为啊，这个实性物件呢，毋是属于染净时之所开，啊，时将之所不益。就是讲，这个实性这个物件呢，是无法度好互你改变，啊，无法度呢受占有的物件。所以结果呢，就是不净不减啦。也对于这个不来不去讲起来，那就是讲啊，这个实性这个物件呢，因为啊，伊是太然不动物件，所以当然呢，就是不来不去。一边讲不在中间，急急来过，不生不灭，性常如如，常住不迁啊，名之外道。讲这个实性呢，也毋是在中间，也毋是在内面，也毋是在外面。这个中间呐，就变成讲咱人的这个内心，甲外境的中间。这名叫做讲做中间。这个内呢，就是心内；这个外呢，就是这个身躯的外面。对于这个内外中间呐，在《楞严经》内底，我咱尊者甲咱世尊的一番的迄个问答中啊，咱世尊为着要来破除我咱尊者的妄识啊，因为我咱尊者伊学会修行。完全啊，就是用过伊的希望的意识啊，来去分别，来伫咧学会修行。咱世尊为着要破掉伊这个妄识呢，所以该指责来指责去啊，心毋是在内面，心也毋是在外面，心呢也毋是在中间。但在这个所在，确实伫咧讲这个实性。伫遮所讲这个实性，不在中间，不在内，不在外。甲迄个妄心不在中间，不在内，不在外啊，意思呢小可不同啊。伫这个所在啊，必须加以详细说明。若是用这个妄心讲起来呢，因为这是一种希望的物件。这个希望的物件本来就是无的啦。那你本来无的物件，你该讲是中间嘛毋对，该讲伫外面嘛毋对，该讲伫内面嘛毋对，根本都无迄个物件咧。你哪该讲是伫倒位呢？因为希望嘛。妄心就是一种希望的物件，但这个实性就是叫做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讲实实在在有这个物件伫咧。那实在有这个物件伫咧，却是超然的物质的存在。既然毋是一个世间的物质，你该讲是中间，该讲伫内面，该讲伫外面，都毋是世间的物质，你变哪该讲是中间或者是内面外面呢？假如讲这个实性，若是属于世间物质来讲啊。安尼就甲伊讲啊，你这物件是伫中间啦，或者是伫内面啦，或者是伫外面来可以讲，因为伊毋是世间的物质，虽然是讲有实性伫咧，乃是一种真理。真理就袂使甲伊讲是内，或者是外，或者是中间。我再进一步讲起来，因为这个实性啊，就是一种的宇宙人生的本体。整个宇宙人生就是以这个为本体，那这个实性呢？是行遍十方啊，大义无畏物件，伊是最大的物件，遍一切空间的物件。那既然是伊最大遍一切空间呢，你当然袂使甲伊讲，就是伫中间，就是伫内面，就是伫外面。你若是甲伊讲，这个实性是在咱心内，也哪呢？这个心以外所在就无实相咯。也来这实性，岂毋是变成剩一丝仔囝呢？或者是讲，你这个实性是在咱这个身躯的外面，也来身躯外面有实性，变成心内都无实性咯，嘛毋对啦。也毋是在内面，毋是在外面，变成讲这个实性啊，就是在咱这个
内心甲外境的中间。也拿咧，即个实性呢，又阁是我那剩一丝仔件语。安尼，无论你讲中间也好，无论讲内也好，无论讲外好啦，讲来讲去啦，就把即个实性的普遍性呢，给破坏掉。实性这是非常普遍性的物件，所以你袂使甲伊讲是内，袂使甲伊讲是外，袂使甲伊讲是中间，因为实性也是普遍，骗你一切。我就是讲大义无畏啊，行骗十方。所以咱有伫咧看做心包太虚，灵就三界。这个心是包太虚空，伊的量呢是周遍于形沙一切这个世界。因为体呢遍在一切空间，所以你也袂使甲伊讲是内过中间。因为体呢遍于中间，所以呢就不来不去。这个不来不去甲不在中间及其内过啊，这个是有一个连带关系。因为伊是一个普遍性的物件。最虔诚听众，咱今这部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解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